親子36計之美人計，作者笨麗爸爸。美人計係36計中第31計，緣起春秋末期吳越之戰，越國戰敗，越王勾踐到吳國做俘虜，被釋放回國之後，佢自知國力不足以同吳國抗衡，於是聽從大夫文種之計，將美女西施同金銀珠寶送俾吳王夫差，令其沉迷女色，耽於日落，自己則臥薪嘗膽，忍辱負重，最後成功復仇。此計原意係面對強大嘅敵人時，正面對抗必然失利，可利用美女作誘惑，待對方迷失心智，自己先至趁機出擊，取得勝利。其實美人呢，未必係人，可以引申為任何一種對敵人吸引力強大嘅事物，令人分心軟弱，讓己方乘虛而入，為所欲為。將美人計轉化到教養子女方面，我改一個字，叫做美貓計。皆因用嘅唔係人而係貓，實質上喺貓迷眼中，無論任何模式樣貌嘅貓咪都係美人。貓咪喺我家嘅歷史已數十年。個仔出世嘅時候，屋企正有2位長老。嗰時長輩認為大肚婆不宜近貓，要我將老貓送走。但我嘅諗法係：第一，貓先嚟我屋企，冇理由要佢哋走；第二，做好家居清潔，太太暫時避免親近貓咪。事實亦都證明相安無事。其後我更多咗第3個諗法，用貓嚟作我教養個仔嘅好幫手。香港生活環境擠迫，假如要養寵物，揀一隻小貓合適不過。一來所需地方同埋用品唔多，一碟乾糧、一碗水、一個沙盤就可解決基本生理需要。二嚟，呢種小老虎性格獨立，唔會太黐人。就算屋企終日冇人，佢哋亦都可以自娛或者思考度日。跳高爬低就可以當係體操運動。貓係有潔癖嘅動物，生活習慣甚有規律。食完飯必要洗面洗手，方便之後又會主動將排泄物用沙覆蓋。沙盤稍有不潔就拒絕進入，更會呼喚主人趕快清理。如果唔係，會到你嘅床上解決。於是每次貓兒食飯，我會將細路叫嚟觀察，睇下貓咪食飯幾專心，睇下佢食完咗仲會抹嘴洗面，家有榜樣，唔使多費唇舌，勸孩子專心食飯同埋洗手。甚至貓咪去廁所嘅時候，我亦都會叫阿仔前嚟，偷偷推開沙盤嘅掩門偷窺。連貓都識自己處理臭臭，你去完方便，點能夠唔沖廁？後來屋企貓長老仙遊，傷痛之餘，我特登安排一次火化葬禮，等個仔首次接觸死亡呢件無可避免嘅事情，並趁機作一次生命教育。到細路年紀稍大，同新嚟嘅貓咪熟絡得似兄弟，我就要求佢負責照顧佢嘅起居生活，每日定時放貓餅、清水，假日開魚肉罐頭餵哺，孩子亦樂於承擔。除咗鏟屎呢項衛生工作暫時唔使插手之外，佢呢個哥哥都應該肩負照顧家人嘅責任。小人類大多喜愛小動物，除咗天生嘅好奇心之外，可能亦都有一股擁有同埋控制另一個生命體嘅慾望同埋優越感。無論點樣，假如居住環境許可，養一隻貓好處甚多。調劑生活之餘，更可作為訓練孩子良好起居習慣及生活態度嘅工具。不過，唔係每個家庭環境都適合養貓，更大原因係唔係每個人可以容忍你食我嘅、住我嘅，但唔聽我甚至唔理睬我嘅貓態度。因此呢個計謀可作小修小補，譬如改為
美龜計、美兔計之類，目的只係燃起孩子惻隱護小之心，長大之後成為一個有血有肉兼有黑嘅人。大家好，我係笨泥爸爸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親子36計，再見。